做 dead bug 嘅時候，明明係想訓練核心，但係點解做嘅時候條腰會離地，甚至乎做幾下就覺得條腰頂住呢？好多人喺核心仲未穩定住嘅情況底下，就直接將手腳伸出去，腰會好容易拱起。咁樣做 dead bug 會好容易變成單純拗腰嚟喐手同喐腳，未能夠有效訓練到我哋嘅核心。想做好 dead bug，關鍵唔係要諗住將腹肌收緊，而係保持肋骨微微向下，骨盤微微後傾。我哋需要核心先穩定，手腳先至再喐動。你可以試一試呢一個流程。第一，先呼氣，令到我哋嘅肋骨微微下降。第二，輕微後傾我哋嘅骨盤。第三，手同腳淨係做你能夠控制到嘅範圍，唔好心急要做到最大嘅幅度。dead bug 做得啱，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核心訓練。只要我哋喺呢個動作嘅過程入邊保持到肋骨同埋盤骨之間嘅關係，我哋條腰就唔會咁容易過分離地。